太阳，你带给你。
也袂明白你进前，阮袂了解，甚至埋怨困惑家己。但是你透过阮身边的天才，将圣经的话语对阮讲明。你讲，阮所拄着的试探是人所忍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袂叫阮受试探超过所忍受的。你受试探的时阵，总会帮阮开一条出路，叫阮会当忍受会了。阮知影圣经是阮人生的使用说明书，阮的确明白苦难是被包装的祝福，苦难之后就会有满满的祝福。阮袂搁再倚靠人的困难，想要掌管世间所有一切，因为人是有限的。阮要完全信靠主，恳求无限的主，成做阮的目睭，互阮善恶分明。求主赐阮智慧，开阔阮的境界。求主一心陪伴阮到落尾，引带阮引点天地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